過來看下能嘅專題報道，12年國教課綱總綱草案按算請講8月的以前去聽案，許多人認為本土語言係唔得做必修，母語嘅未來實在係值得受利用。唔過為到升學，好個家家也感覺講過為難。因此要開客語課嘅國中，家家都係用課外活動也算社團來做一啲高不中嘅辦法，係用學校客語社能一對3人呢，還係強用開課。上課鐘聲響起，學生呢度教室準備來上課。係拜3下晝標橋新埔國中18年生嘅社團時間，上嘅係客語課。點珠台，點珠台是什麼呢？建50分。到考發音標之外，上課嘅先生每位教導客家典故同小，希望俾學生都有機會認識客家文化。不過嚟到上課嘅學生都其實沒有想要侵佔母語嘅客語。就算我媽是客家人，可是她通常在家裡也不會講客語，所以呢，也幾乎聽不到她客語學客語，所以才這樣學。今條來到台北市龍門國中，今年第100開設嘅客語社團，時常講得一個人上課，但是每本有心想要學嘅人，以外嘅有專門嘅教學資源。出外要找一個專屬老師，就是要花很多錢。那像這次就是免費嘛，就感覺有賺到。其他學生學母語嘅角度來看，各種鄉土語言課程，無論涉及人多人少，還係有開課嘅需求。但是要開設相關課程嘅各種，一下睇是係用課外活動，亦係社團形式來辦理上課，甚至有嘅更係參加比賽嘅短期課外培訓。最主要嘅原因係驚會影響傳統科目嘅上課時間。7、8年級有一節自習課之外，其他都滿了。所以眼前如果我這個要列為必修，一定有某一堂課被拿掉。不管是過去的基測也好，或者是現在的會考也好，都有一定的門檻會去檢測。那這個部分的話，可能就對老師的教學有一個目標導向，有一個目標，所以老師也不太敢隨便的放掉。另外，頭新年國教嘅家教下，各種會考同平時嘅成績，還係新高中重要嘅指標。尤其競爭激烈嘅都會區，係講各同母語列作係必修課程，驚怕會為學生加添壓力。除非說只是一種課程，不任何的考核，否則多少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壓力。可是話說回來，沒有任何的一種評量啊，因為我們希望是多元評量的方式啦，否則孩子可能投入也不會多。因為講本學生嘅機會、學習嘅機會，嗰時候教育部唔係講強制講變到必修啊。呢度分數係另外啦，千基本要有本學生嘅即個修養嘅客家話也係河洛話嘅機會啊。母語先生成為整次嘅，還係解本學生選擇嘅機會，因此先修課來規模，先比還係教風嘅態度來決定。喺個土地下先學專業嘅教育環境下，實際鄉土語言課程無政策社團嘅退休，是會受到犧牲。到時這順時嘅可能唔單止僅係兒童母語可能，還係學生受教學習嘅權益。客家新聞林建州了記者，綜合報道。